瑜伽鋼琴或帶了琴，城內獨奏鋼琴，求現實五音，只想每個國民，無論富與貧，用笑聲掌聲做陪襯。和尚熱愛奏琴，神韻醉人，全人類都傾聽和創製氣氛，洗耳恭聽。看國王沉醉更雀躍，沒拍子但是好氣氛。情愛有小子匆匆到步，極未明何解興奮。城台上根本沒半點韻律，但喝彩聲勁飄越近。和尚在抱歌韻，求獻奏眾人，然而實應極似腳鍵半音，擺出姿態就看似作樂，又博得掌聲做陪襯。和尚熱愛奏琴，神韻醉人，全人類都傾聽和重製氣氛，洗耳恭聽。看國王沉醉更雀躍，沒拍子但是好氣氛。城外有小子匆匆到步，極未明何解興奮。城外上根本沒半點韻律，但喝彩聲飄越近。和尚在抱歌韻，求獻奏眾人，然而實應極似腳鍵半音，擺出姿態就看似作樂，又博得掌聲做陪襯。樂品偏偏有掌聲震撼，未了解歌中的教訓。和尚在説眾人，誰算智慧人？誰人能懷大志？從聽到這歌，當佢説了誰仲在揸着領悟和尚的新歌考眾生。